大家好，我係 Wing Sir。2年幾前咧，我教咗一班學生咧學習自動程式交易，到依家已經畢咗業2年噶啦。佢哋就係 Force 第10屆嘅同學，FF10嘅同學啦。咁最近咧，佢哋搞咗一個嘅 gathering 嘅活動，邀請咗一啲咧持續賺錢嘅同學翻嚟分享佢哋嘅真倉同埋賺錢設定同埋心得嘅。好，咁以下咧係含金量非常之高嘅影片內容同埋教學，大家拭目以待啦。其中有一位同學啦，佢叫 Vella。咁啊，之前有啲訪問影片訪問過去啦，以下佢詳細嘅操作內容，佢只係用咗500蚊港幣嘅啫，就開咗個倉咧，依家每個月係賺緊100萬港幣嘅，請大家細心觀看。各位朋友，分享原來需要鼓勵嘅，請你哋 like 咗我哋嘅影片，鼓勵下我哋嘅同學啦，鼓勵下我條 team 啦，訂閱埋我哋嘅 YouTube channel，咁我哋咧會好積極咧拍多啲靚片俾大家去學習嘅。因為咧，其實咧整個概念其實係極度簡單嘅，因為一直咧以前困住喺一啲既定嘅測試裏面咧，就一直係衝唔破呢度啊，所以最大都係突破盲腸。好啦，嗱，我哋睇翻啲歷史先。咦，開等等啊！好啦，嗱，過程裏面咧，你會見到咧，我由4月25號先至開倉嘅，咁呢個倉咧最初都係500蚊起。呢個係港幣倉嚟嘅，港元嚟嘅。咁我呢度最初咧係由4月25號開倉，500蚊開倉。咁因為阿 Sir 講過話唔好話瞓身，咁其實我一直以嚟都係用緊最低嘅 limit 去玩嘅。好啦，跟住你會睇到咧，嗱呢度其實咧我一直由4月啦、5月啦，一定試好多嘢，包括 copy trade 啊，一直喺度運行緊。好啦。去到6月3號，一直咁維持緊0.01啦。咁去到呢一日咧，我諗下，以為可唔可以將嗰個 lock size 倍大佢先啦？咁決定乘2 0.02去行。咦，發覺就係行得通喎。好啦，行得通之餘，去到6月24號，咦，既然乘2都得啦，我索性乘夠10去咧。好啦。變咗就0.01就演進去0.1 lock， 0.1 lock， 0.1 開始。咁揾到0.1 lock咧，嗱，你都發覺咧，如果係0.2 lock 嗰度咧，佢都係個位數，好啲嘅會10位數，去到乘10咧，通通都係10位數嚟嘅。咁會比最初0.01咧係多10倍嘅。嗱，當然啦，好啦，咁去到27號。我發覺，個效果非常之好，咁我決定將佢乘夠100，變咗就每一注一落起，咁就嗰個發覺咧，佢個結果咧係100%嘅。前面呢一段少少嘅影片啦，有少少分析咧，要同大家睇睇嘅。第一樣嘢，好多新手咧都掛住咧進行 backtest 或者回測，甚至乎咧好多咧未到家嘅人咧都會叫你不斷咁進行 backtest 嘅。尤其是咧好多咧依家程式交易咧都係教大家寫曲，又或者用緊出邊街外一啲叫黑盒程式，又或者咧係用緊人哋寫嘅程式嚟進行使用。咁呢啲程式咧，大部分人都唔清楚入邊嘅內容嘅，所以只能夠不斷咁樣透過 backtest 或者回測咧去揾答案。咁大部分人咧都會習慣咗用呢一種模式去學習程式交易，但係咁樣係錯嘅。真正嘅使用方法咧係透過 backtest 咧去了解個程式。嗱，最關鍵係了解啊。咁但係如果你嗰個程式係出邊街外嘅程式，冇人知道佢真正入市原理嘅話，你透過 backtest 又點樣了解咧？我哋嘅同學咧其實會寫咗一啲嘅工具出嚟，係幫助大家 backtest 嘅，就係以下呢個 test 嘅工具。咁而呢個工具咧係我哋 FF17 嘅 CY 寫啦，咁而有好多同學一齊咧去鑽研同埋改善個 user manual 使用嘅體驗，佢可以咧用盡你一部電腦嘅所有效能咧進行同一時間 backtest 嘅，大大縮短咗 backtest 所需要嘅時間。嗱，我知道有啲人咧偷偷地用咗 tablet 咧去其他課程嗰度咧進行使用嘅，咁而佢哋所使用嘅版本咧，當然啦係會有限制。不過我想話俾你聽，就算你有 tablet 都係冇辦法贏嘅，因為 tablet 只係一個快速 backtest 同埋呈現數據嘅效果，你係需要進行數據上面嘅理解同埋分析咧，去改良你嘅設定咧，你先至有機會去賺錢嘅。咁頭先 Vela 佢影片度講咗啦，就係話佢
係突破咗佢嘅盲腸，即係個盲點啦，係真正應用喺市場，佢先至開始賺錢。而佢嘅賺錢咧係由500蚊港幣開始，由0.01手開始，一路逐步成10倍、100倍咁樣做到去1手，甚至乎今日咧佢已經做緊10手嘅每一張單噶啦。所以其實佢嘅風險管理係做得非常好啊！第一，佢嘅本金好細，輸極有個譜；第二樣嘢，所有嘢都係由非常之微細開始嘅。成功嘅關鍵咧，仲有穩定嘅程式啦。Forward 出品嘅程式咧，係經過嚴格嘅 QC 嘅。你會見到咧，我哋每一份嘅程式咧，都有個 QC report 喺佢出產之前。由於街外嘅程式咧，你係唔知道佢嘅原理啦，你係唔夠膽乘以上咁嘅倍數嘅，而且用咁低嘅本金開始添。咁以下落嚟咧 Vella 會講一講點樣利用 copy trade 咧，去降低佢500蚊港幣一路賺上去嘅風險。嗱，copy trade 咧係我哋教學生所使用嘅方法同套路嚟嘅。我哋個課程入邊咧有一個10層嘅使用方法。其中咧有一層咧，基本上都可以去到好高階噶啦，即係話用一個 demo account 複製佢嘅利潤去增倉。而我哋公司咧亦都花咗好多巨大嘅人力物力啦，開發咗一個 copy trade 雙子座系統嘅。佢可以除咗 MT4 copy to MT4 之外啦，佢仲可以跨 VPS 進行 copy 嘅。咁呢一啲都係俾我哋學生使用嘅超級工具。跟住喺呢個情況之下咧，我玩埋 copy trade。copy trade 係咩咧？喺呢度嚟講咧，就唔係喺第二個 VPS copy 過嚟，而係喺同一個 MT4 裏面做自己嘅 copy trade， 即係話喺同一 MT4 裏面將最高層數 copy 自己一次，因為去到第4層咧，咁會逼 even 翻前面嗰啲數㗎，咁會扣翻前面嗰啲1、2、3層，咁我 copy 翻自己，即係話將最大嗰個層數複製一次，變咗嗰一次咧純食糊，就唔需要逼 even 翻前面1、2、3、4嗰種要扣翻前面嗰啲數，變咗就喺呢度就會 double 翻最大層數嗰度，所以呢度咧係會一個好大嘅進帳嚟㗎。你會見到1、2、3、4層呢個4層嘅 copy me 啊 ，copy me 4.5 咯啊，去到另外一個又係 copy me， 你會見到嗰個層數係原身嗰個第4層嗰種結果嚟㗎，所以喺呢度玩 copy trade 咧，copy 翻自己咧係一個好有效嘅策略嚟嘅。呢度其實我其實呢度好突然間諗起我要咁樣做啊，咦，發覺效果真係好靚，因為以前咧阿 Sir 教過 copy trade 咧，就講過一句説話。copy trade 咧，嘅效果只能做食大單、做大戶、就做唔到雞糊。咦，喺呢個情況之下咧，我發覺就可以既食雞糊又可以食大戶，即係話叫做雙重食糊啦。即係我喺呢度產生一個效果就係咁樣樣啦。好啦，點做咧？喺呢度喺同一個 MT4 裏面加多一個 copy trade master 同埋 slave 裏面咧。就你見到minimum 嗰度係4 maximum 嗰度5，即係話我喺自己嘅參考裏面咧，將第4、第5層 copy 多一次出嚟，變咗嗰一次咧，你頭先見到咧就係會獨立食一次嘅第4層、第5層嘅，所以個效果係非常之大。所以你見到個 lock 數咧，嗱會係11000啊，同埋19000啊、20000啊，因為呢度你見到19506啊、24497呢度其實。佢裏面雖然話一模一樣，但係總有因為 copy 之下咧，總有時間延遲。有啲數字係唔差，不過大體上都係差唔多位置嘅嘢嚟嘅。好啦，呢度係嗰個過程，你會見到 copy trade 個 setting， 只不過都係我用 comment 去識別翻我呢個行 copy trade 嘅一張單嚟嘅啫。咁你見到 minimum 行4，maximum 行5，咁我淨係做 copy 2層。好啦，喺呢度咧，你會見到4層嗰度咧，係你見到個 comment 嗰度咧 ，copy 4、5啊 ，copy me 啊，即係 copy 翻自己咧。咁喺嗰度咧有8000啊、26000啊，其實係完整地食糊，就唔需要逼翻前面1、2、3、4層嗰啲嘅。好啦，喺呢度去到第7月14號，其實咧我就諗下，一直去諗就以為，既然成100咁效果。
如果我索性試玩成夠1000，每一張單行夠10 lock 咧，喺呢度咧個效果咧係 OK 嘅。你會見到個綠色個框嗰度咧個效果非常顯著嘅，非常顯著嘅，可以去到29,000一個profit 嘅。咁即係話個數字，即係話你個 lock size 越大咧，個收成越大。但係有一樣嘢講翻轉頭，嗱呢個最重要一點嚟緊啦。千倍手數之下嘅風險管理方法。當我決定乘100嘅時候咧，我發現一樣嘢，即係我同時聯想到一樣嘢，個租單必然會乘大100倍。喺呢個時候，咦喂，我發覺真係好唔妥。第二啱做咗開單，會變咗無限開單。一無限開單嘅時候咧，個租單咧就如果你乘1000咧，唔係乘100咧，就嗰個租單同時乘100嘅。我發覺好唔妥，所以我決定咗限單。限單嘅技術咧，就係只不過喺 setting 裏面將個 trade mode 變成 close only， 咁就會變成咗限制唔開全新單。嗰個馬丁單咧係會照繼續開嘅，所以個馬丁咧會係完整地完成晒。所以喺呢度情況之下咧，嗰個單會結束，而唔會有新嘅租單產生。多謝你先嗱，你講到呢個風險管理係好緊要嘅嚇，同埋呢一個限單嘅 trade mode 啦 close only 係我哋嘅 EA 獨有嘅，真係好嘢。好係因為其實之前咧我都用過呢個策略嚟喺 close only 咧，其實我喺過往喺我嘅試玩嘅時候咧，都用過呢個嚟做一啲特別嘅情況嚟管制一啲嘢㗎。所以喺呢度咧，我都好明白 close only 個作用，所以我將個作用應用喺呢度。目的就係將嗰個租單唔會超越個 balance。喺呢個情況之下，就唔會令到佢爆倉。因為好多時我哋做單嘅時候咧，因為 MKD 一啱數就開單，一無限開單咧，個租單就無限加大。咁呢個係必死無疑㗎，必死無疑㗎。所以係咁你set 咗 close only 啦。你係咪遲下見咗佢又回翻，你就會開翻？係啦，唔係嗱 close only 咧，我要令佢開咗個單平晒倉先。哦，變咗嗱，簡單嚟講，變咗叫做好簡單嚟講，叫做 DD 清零。DD 清零變咗冇咗租單。喂，咁冇咗單再開新單嘅時候，咁變咗係冇風險。咁新嘅開單，喂咪新嘅 DD 咯，就係咁樣樣。所以就係一限單呢個策略咧，就係最早就係做到 DD 清零。因為我哋多數死喺 DD 度㗎，即係你同一個 setting， 不過有需要咧就係 close only。係 close only， 將28，因為我行足28對，將28個 setting 同時做 close only， 咁佢就唔會再開全新單㗎啦。唔係㗎，因為你嗱 close only 個作用係唔開全新單，開咗個單咧，唔知道佢會馬丁幾多層㗎。所以我要限制呢樣嘢，等佢個馬丁完全 close 晒，等到嗰張單完全係平倉，咁喺嗰種情況即係嗰個倉完全堆 DD 清零，咁變咗就係唔會 DD 因為 DD 而爆倉。各位同學，呢個咧就係2.0嘅版本嚟嘅，咁就20年出品啦。咁啊 input 入邊咧有呢個嘅 close only 咧負責做資金風險管理嘅。咁但係呢個係舊版本噶啦。咁最新版本咧其實加咗好多先進嘅功能嘅。嗱，譬如話啦，呢個咧係最新版本2.8版本啦。咁佢加入咗啲咩新功能咧？除咗有頭先所講嘅 open and close 嘅 trade 之外啦，佢仲有以下一個好特別嘅風險管理嘅，就喺呢一度啦。咁佢28隻貨幣對一齊開啦，咁最多咧可以做5隻貨幣對嘅啫，最多嚇。咁如果你 set 咗，可以 set 28對一齊做晒都得嘅。咁但係如果呢個你想控制嘅風險啦，我最多淨係做4組嘅啫。咁28隻入邊咧，就會以最先開嗰4個貨幣對咧，完成晒所有交易，先至可以留機會俾其他貨幣對嘅。另外再進階一啲啦，咁呢度咧就有一個歐元啊、英鎊啊，咁樣有個二字啊，隨意即係代表乜嘢咧？咁嗱，歐元咧其實咧同另外7組貨幣對一齊咧有一個組合嘅。咁如果咧呢度寫咗2啦，咁就係最多咧可以做1張 buy 同埋1張 sell 嘅歐元。咁就唔可以做2張或者3張或者做晒7張 buy 歐元嘅，因為如果同一時間 buy 咗7張歐元咧，即係買咗歐元對英鎊啦，買咗歐元對
日元啦，買咗歐元對美元啦，買晒全部都係買歐元升嘅話咧，萬一歐元跌咧，個風險就好大啦。咁呢個係會自動處理晒所有嘅訂單嘅，係完全全自動化，無需要再特別搞任何嘢嘅，咁就實現咗咧非常之高階嘅技術，因為呢個係需要28隻貨幣對互相一齊溝通，先至可以發生到呢一個嘅設定工具嘅。咁呢個就係全球最佳 EA 所擁有嘅功能啦。好啊，嗱呢度就係頭先講咗嘅copy trade， 將最大嗰個 lock 數複製自己一次，等將最大嗰個層數唔需要做前面嘅 break even， 完整地食一次大糊，就係呢樣嘢。呢個係助長佢嘅增長嘅。唔好意思啊，我同在場嘅同學講聲先。咁而呢個雙資助 copy trade 咧，上次訪問完阿 Vela 之後咧，佢想呢一個內部再循環嘅 copy trade 系統咧，我哋已經寫落新系統嗰度噶啦。咁即係話新嘅 copy trade， 我一旦 update 咧，大家都可以用到，按照層數啦，亦都內循環嘅都做得到噶啦。咁所以其實咧，大家可以期待一下新嘅雙資助 copy trade 嘅。開單之後咧，究竟會揸住張單幾耐㗎？你係咪會有機會預佢分夾1年都唔平倉嘅？係咪預？冇錯，我試過最長嗰張單咧係夾個半月。個半月咁唔係好長啫喎。係啊，所以佢要總之目的就係、最大目的係要啲清零，因為爆倉一定係啲高價 balance 先至爆倉嘅。咁即係要擺多啲錢啫。係嗱，喺呢度咧唔係問題嘅，因為你呢個唔係問題啊嘛。係啊，唔係我想講咧，就算呢張單你行夠1年都好啦，你可以開新單、開新倉嚟行同一個策略噶嘛。係啦，開另一個地方行新嘅策略，咁嗰度有得佢1年好、2年好，總之目的要佢清零。咪嗱，其實我想講阿 Chris 啊，佢咧阿 Vela 咧，其實我想澄清一件事情啦。佢其實佢一開始咧，佢係冇放幾多銀彈落去開波嘅，一路咧由6月份滾到依家咧，係滾到過百萬。咁佢成件事情係做足風險管理係咪啊？係不斷咁去進行風險管理，先會有今時今日。你介唔介意你講你一開波嘅金額係幾多？開波金額頭先最第一個500蚊港幣，500蚊㗎啦。係啦，佢所有嘅開波金額頭先講過啦，係500蚊港幣開波嘅，咁就係短短1個月滾到100萬啦。遇到佢嗱，因為咧喺呢個情況之下咧，我好留意嗰個 margin level 嘅。如果咧 margin level 咧接近100咧，或者去到100咧，就 margin call 㗎啦。就係只不過喺 setting 裏面將個 trade mode 變成 cold only， 咁就會變成咗限制唔開全新單，嗰個馬丁單咧係會照繼續開嘅，所以個馬丁咧會係完整地完成晒。全球最佳程式馬丁究竟有幾厲害咧？如果你一路乘上去嘅時候，你可能已經講緊200-300 lock 嘅時候，你仍然要乘上去嘅話，呢條數就好金噶咯喎，係好金㗎，係好金嘅。即係我諗同我們都要諗清，即係要清楚呢個風險位喺呢度，因為佢係 cold only 嚟嘅咋。唔係嗱，我覺得所有操作咧都可以用 demo 行先嘅。開到第幾層咧？我觀察咗咁耐，係我觀察咗我嘅倉咁耐咧，最多都去到第6層。我暫時未見到第7層嘅出現。嗱，我想話俾你聽咧，大家 MKD 嘅馬丁係非常之特別處理嘅。MKD 嘅馬丁咧係每一層都係智能馬丁，所以咧佢可以喺第6層之後 KO 晒佢所有28隻貨幣對嘅，係好堅嘅。啊，一般嘅 EA 咧傻瓜馬丁係做唔到嘅。好啦，嚟到呢度咧，你會見到咧，我去到7月14號。已經嘗試去玩10 lock 一單㗎啦，即係話由10 lock 起始嘅。咁你會見到綠色個框嗰度咧，其實嗰個效果非常之顯著，非常之顯著。所以喺呢度會其實嗱都係嗰句㗎啦。好啦，去到呢度咧，你會見到咧，其實咧呢度係一個收成期嚟嘅。咁其實都係10 lock 一單啊，馬丁去到4層啊。就會出現咁嘅結果啦。嗱，各位朋友，嚟緊阿 Vela 咧會 show 佢嘅交易記錄嘅真倉，可能會見到咧個券商名嘅。不過咧，我哋咧就唔係邀請大家 join 任何嘅券商或者交易平台嘅，而係交易記錄分析啦，找出一個暴利嘅基點。嚟到呢度咧，嗱，除咗頭先講嗰個限單策略之外咧，
對於MKD 嚟講咧，嗰個 setting 其實係一個好重要嘅環節嚟嘅，因為頭先之前我發布咗嗰個 setting 咧，其實係一個集體 demo 嘅成果嚟嘅。MKD 之下，如果佢個效果係產生一條直線嘅話咧，佢係一個好嘅 setting 嚟嘅，因為佢係好完整地完成呢個馬丁能夠達到正 perfect 離場，就係一個好嘅 setting。嗱喺呢度咧，嗱你而家眼見所見嗰啲咧係一個唔靚嘅 setting，你會見到佢條線咧唔係直線嚟嘅，有上有落，有曲有折。咁呢個咧好多時啲早期嘅學生，早期嘅 backtest 咧唔係咁靚嘅時候咧，會出現呢種效果啊，升下跌下，升下跌下，咁就嗱睇翻呢個咧喺我發布出嚟嗰 setting 裏面咧，佢個效果就係一條直線圓圓直上嘅，所以佢嘅最後嗰個 perfect 咧一定係正 perfect 嘅，因為佢好有效地完成一個馬丁，所以佢最後都係正 perfect 走嘅，所以呢個係一個好大嘅關鍵，所以入親單最終都係正 perfect 離場啊！即係話入親單都係贏錢㗎啦。backtest 咧其實好多好在乎個 setting 係如何㗎，因為我而家採用我個 setting 咧係好完整地完成嗰個 big even 然後正 perfect 走嘅。同學問咧，回測唔好，咁真倉可唔可以交易啊？出現呢個問題。但係我就因為呢個 setting，自從喺上次大聯盟出盡結果之後，我攞咗嚟用咧，用到而家咧，佢都係出現我所需要嘅正 perfect 㗎。唔係，所以我一直到用到現在。嗱，唔好意思，阿 Ken，我打斷你少少講先啫。頭先你所提到咧，你 back test 咧係爆倉㗎嘛，淨係 CHF、URUSC 就爆倉。咁但係點解 Vela 會持續賺錢咧？因為其實咧，我可以好肯定話俾你聽，在座所有學生我都有講啦，你嘅 back test 唔代表你嘅真倉。係啊，我哋玩咗咁多年，我哋好深信咧，亦都好清晰咧，即係做咗太多比較啦。back test 唔等於 demo。back test 更加唔等於增倉添，咁所有真正賺錢嘅 setting 咧，係行 demo 或者直接用真倉 tune 出嚟嘅，所以係完全係好立體兩件事情嚟嘅。出邊咧好多人咧叫你哋不斷咁做 back test、做 back test、做 back test， 跟住好多 back test 機器係攞嚟試下大概乜嘢 OK， 我哋唔盡信嘅。真正咧係行真倉或者 demo tune 出嚟嘅結果。你見到我哋咧 F12咧 Handsome 啊，佢哋行好多 flash 單住飛馬丁，佢哋不斷咁 review， 不斷咁去試個 power， 不斷咁做咧，就係要用 demo 同真倉去揾到個答案。咁至於點樣我哋可以喺 demo 度賺錢而真倉做得到咧，就好似 Vela 咁樣，將 demo 嘅 trade copy 落去真倉。咁我就可以將到 demo 嘅數據變成真實嘅真倉，而且 demo 可能賺1蚊，真倉可能賺100蚊、1000蚊咁上。即係我真係唔鼓勵人哋做 back test， 我係極鼓勵做 demo。所以你哋每一個同學入到嚟咧，你有40個 demo， 得10個真倉啊。咁甚至乎我唔會叫你哋換一部超級電腦添。係啊，真㗎。即係有興趣換超級電腦，通常揾到錢嗰班，即係賺到錢先至搞嘅。就係咁嘅原因。唔好意思啊，係，我仲想問下，頭先你話第一層就1至4個 level 或者 level 5去做，跟住 copy level 4、level 5多一次。係。咁點解唔索性淨係 copy level 4同5兩次，1、2、3唔做咧？嗱，呢個咧自由選擇嘅，你可以甚至乎可以將佢乘到10倍都得。係。因為去到 level 4、level 5咧，其實喺嗰個時候咧，多數開始慢慢回調㗎啦。喺嗰時候開始準備食糊㗎啦。因為咁個準備食糊之後，你可以將嗰個 lock size 乘10都得㗎。嗱，因為咧阿 Vela 咧根據大數據進行呢一個 demo 或者真倉啦，好明顯知道咧係第6層馬丁之後就回調㗎啦，應該就唔會過第6層嘅，所以佢好肯定咧第4、5、6咧就倍增加住啊。咁呢個係佢哋嘅操作嚟啊，完全同 back test 係兩樣嘢嚟㗎。我哋其實唔係好信 back test 嘅。但係出邊唔知點解好多人講就要 back test， 不斷咁樣去 download Excel 做 back test， 完全我唔理解咯。真正嘅有料到嘅人係用 demo 直接行出嚟。咁但係呢樣嘢係要花好耐時間去浸啊。
嗱，嚟到呢度咧，想同大家講講先，我哋嘅 FF 課程咧已經開到 FF 32屆嘅啦。最近一班開班嘅情況就係咁樣嘅，有差唔多咧80人喺度上堂嘅。咁而每一班我哋 FF 嘅課程啦，都會同大家講一講出邊街外嘅程式同我哋嘅程式有咩分別。嗱，出邊街外程式咧係一個 black box 嘅 EA 嚟嘅，黑盒嘅程式，佢哋係唔會話俾你聽入市原理、出市原理同埋資金管理嘅，係完全封閉式，唔會讓你知道究竟點解會賺錢同輸錢。而我哋嘅程式咧係 open box，會清楚話俾你聽入市、出市同資金管理個程式究竟係點樣運作嘅。嗱，睇下我哋個課程內容。以下呢個內容咧就係我哋上課嘅課程錄影嚟嘅，你會見到啦，我哋有好多堂啦，呢個係 FF 30嘅課程啦，其中有一 part 咧，我哋好重要咧，係講到一個叫做資金風險管理嘅。咁我播個 video 俾大家睇睇。嗱，呢一度咧，我哋都講講啦，就係成個入市、出市同資金管理嘅概念。咁其中有一 part presentation 咧，係講緊個風險管理點樣做好佢，點樣控制個程式咧喺安全範圍之下咧倍增嘅利潤嘅。咁我亦都會講到啦，其實咧風險管理咧最重要有一個關鍵原則咧，就係呢度，係一個三腳架嘅原則。咁就係要控制呢個 lot size，控制呢個本金同埋管理呢個風險嘅。你留意下嗰個嘅風險咧，最主要嚟講增大嘅原因就係因為其中一隻腳個 lot size 咧倍大嘅。只要你控制到嗰個 lot size 咧係穩定嘅，咁而且咧你個 lot size 慢慢調校咧，由0.01 lot、0.01 手開始做到咧100手咧，咁你個利潤咧亦都會隨住個手數而倍增嘅。咁點樣控制個風險咧唔倍增嘅地方咧，就要有個 SWOT 分析啦 ，SWOT 特定嘅學習同埋非常之重點係講到風險管理嘅。只有 Open Box 嘅程式咧，開放參數嘅程式咧，讓你知道個策略究竟係點樣運作，你先至有辦法管理個風險。如果你用 Black Box 嘅 EA 咧，你係冇辦法好好地管理你嘅風險嘅。跟住接住落嚟咧，我哋再翻我哋嘅 Vela 分享嘅內容啦。係，我想問下頭先講到話成大10倍啦，或者成大100倍嘅時候，其實係咪連埋第一張 first order 開始成，定係去到某個 order 先開始成？唔係，因為我試過成2 OK， 咦掂喎，過咗一段時間，我決定成10嚟玩。咦，都 OK 喎，產生我想要效果。我將隻成100嚟玩，咦，真係都產生我要效果。但係相對嚟講，捉單會大，所以我喺嗰刻我決定係限單，變咗我就將個風險降到最低，甚至降到去0啊咁樣。即係話你碌數越大咧，你個捉單即係個捉單隨即會根據嗰個倍增嚟大翻㗎。所以我即時上到呢一點咧，就諗下，我咁樣搞法好唔掂。喂，我決定就係限單，就唔俾佢再開新單啦，用得佢完咗呢張單，先至再開新單嚟再玩過，係啦。所以喺呢度就係變咗頭先講嗰句叫 DD 清零，一清咗零之後咧，你再玩下一張，咁即係話開新單都贏，開新單都中，開新單都食，唔係一件好事咩？即係話我將個 DD任何時間都會清咗零先至再玩，因為好多時我就算0.01 lock 啊，你玩到幾個月啦，都會爆倉㗎，因為嗰個莊單係持續累積㗎。嗱，我想講 Albert， 你講得啱啊，其實佢係真係有做風險管理嘅，你見到佢 monitor 住，同埋大家各位現場嘅同學聽住啊，留意下阿 Vela 佢分享咧講嘢係好洪亮、好實在嘅。即係佢係經歷過好多嘢，好清晰講到件事情俾你聽。即係佢唔係啊，唔係啊，或者啊嗰啲嘢。冇㗎，大家即係佢唔會戴定頭盔嘅，講嘢好實在嘅。呢個好肯定。同埋你會見到嗱，佢 show 出嚟嘅息路啦，其實都係3% 嘅中間嗰條。嗱，呢啲息路咧就唔係我本人嘅，其實我係 search MKD 揾翻啲相似息路，你會見到咧佢啲捉單咧係不定累積㗎。點都好咧，佢一定係累積㗎。所以最佳辦法就係唔俾佢累積。嗱，呢啲息路就唔係佢嘅，但係我可以話俾大家聽啦。我教一套理論好重要嘅就係咧，物以利小而不悅，千祈唔好因為個利潤太少而唔開心。你只要做到佢係有利潤喺特定嘅範圍入邊，你可以 TP 食糊嘅話，你係可以將佢嘅 lot size 倍大，而喺好安全嘅情況之下，將你嘅利潤暴利好多。啱唔啱啊？係，總之你就總之就係一句講晒。唔好因為DD而冚咗你個 balance 而爆倉，就咁樣。
好啦，Vella， 我就想講之前一版，呢版唔係後一版。呢版啊，唔係再前一版呢版。係我意思咧，我估你嘅講法就係因為呢一個咧，佢就冇加你 copy 嘅操作啊嘛，所以呢個係 MKD 一般嘅特性。明白。所以咧，你嘅講法咧就係話，如果去到某個位，我將佢成大，咁呢度就可能會收窄啦。但係唔俾佢開單，就應該直戶啦。唔俾佢開單咧，即係等佢一清倉，即係一 close 咧，呢個 DD 就會消失㗎啦。但係你有 copy 加大啊嘛？copy 加大係啊。咁你咪呢個會某程度上收窄咯。唔係 copy 加大，其實個equity 會推上嚇 balance 會推上。係啦，跟住你唔再開單啊嘛，咁呢個夾就應該唔會再擴大到咁樣啦。咁你就會食糊。係啦，總之就係令到佢個 DD 消失。嗱，其實咧，呢三個倉都唔係阿 Vella 嘅，佢只係唔係我嘅，喺息路上攞翻相似嘅機構俾你睇嘅啫。呢個直線係啦，呢個咧要加啲操作喺 Vella 去操作，先至可以收窄同推上。再講佢嗰條嘅藍線咧，唔係咁樣嘅斜線嘅，佢係幾何級數。好似呢度行到呢度清零，行到呢度清零，行到呢度清零，行到呢度清零。佢係對咁樣。嗱，我即係佢盡量將條綠線藍線拉翻。係冇錯。唔係先。嗱，我講一講先，呢度真係要解釋下。咁咧，佢咧個玩法咧，一般人咧即係操作啦，你哋 backtest 啦，你哋個思維唔夠立體咧，係咁樣以為係咁樣賺錢嘅。我話俾你聽，一定唔係咁樣嘅。嗱 Vella， 我雖然冇真實去摸過你個倉，但係你嘅賺錢咧，當你成大 loss 數係咁樣，當你個利潤 OK 嘅時候，一成大就咁啦，跟住就咁。成大就咁，成大就咁，成大就咁，成大就咁樣噶啦，係咪啊？係，冇錯。所以我想話俾你聽啊，好多人咧真係 backtest 咧，以為 backtest 出咗呢個結果，佢成世就係咁啊，係錯嘅。關鍵係你要對個 EA 非常之純熟，你對於風險管理好掌握，你就知道喺呢個位置點樣去加油，即係我哋講緊俗稱係踩油門啊，就係佢由乘乘100乘1000。呢啲位置去踩油啊！我話俾你聽，呢一個係我哋嘅學生入邊咧，用程式入邊最好嘅其中一個例子，就係我哋千祈唔好放大錢。程式交易已經本身有咁大個槓桿喺度，而且程式交易又咁靚仔，最緊要你個利潤細、安全嘅情況之下，你可以控制風險嘅話，就學識踩油門。我可以話俾你聽，呢一種技術我好耐冇特別教學㗎啦。自從阿 Vella 嘅訪問出咗街之後，係正面地鼓勵咗好多學生嘅，所以我會喺佈局思維班度全程教呢樣嘢。你只要管理好風險，好清晰知道自己發生咩事情，就學識 Vella 咁樣踩油。呢個係咪踩油門啊？係。你就係因為知道嗰個風險喺你個管理範圍入邊，個市況又可以喺你個控制範圍入邊。你知道第6層嘅話，你好清晰，我就踩油啦。所以你先至會有咁樣嘅效果嘅，千祈唔好相信咧，你 backtest 受呢一套罪，唔係咁嘅，絕對唔係嘅。好多人就係以為 backtest 賺咁少錢就算，就放棄追求嗰啲 backtest 咧。嗰啲人咧，因為我哋追求咗係0.01開始，我俾都玩0.01。嗱，我全部我叫啲學生都係玩0.01好低嘅。咁佢啲人咧冇錯嘅呢樣嘢，係啦冇錯。咁啲人咧追求啲 backtest 咧係要咁樣先至安樂嘅，但係呢啲係踩唔到油門嘅。而呢啲咧一瞬即逝，千祈唔好相信啲 backtest 咧好似火箭升空咁樣樣，實際操作絕對唔係咁嘅。甚至乎咧，我可以話俾你聽 ，Vella 個 video 出咗街之後咧，有啲人走嚟問啦，阿 Sir 可唔可以俾阿 Vella 嗰條 invest password 我 copy 出啊？我即刻話俾你聽，你唔使諗啦，因為 Vella 咧真正操作咧，佢會有入金出金嘅。佢入金嘅時候唔通知你，你照抄咪賴嘢係咪？會㗎。係咯。第二樣嘢啦，喂，點解阿 Vella 唔俾條息路出嚟睇嘅？你諗下，我哋在座阿 Vicky，OK， 佢有條 S10啦，用1000蚊賺到6萬蚊，攞埋錢出嚟。咁依家 Jordan 係幾多啊？Jordan 80幾、90幾，直頭歸零咁滯啊！成個利潤。所以息路咧入邊所顯示嘅都係信唔過啊！所以我想話俾你聽，真正嘅高手係唔信 backtest，甚至乎唔信息路上面嘅回收，係信你真正落袋個真銀同埋對市場嘅觀察能力。呢一個只有喺度浸先至可以發揮得到，先至可以發生。OK， 千祈唔好玩 backtest， 唔好玩紙上談兵，唔好信呢一種紅線直上火箭升空嘅 backtest 係冇可能發生，你知唔知啊？其實我最初未去到呢個突破盲腸之前咧，我都諗下有冇辦法產生呢樣嘢。其實我觀察咗咁耐咧 ，MKD 咧始終都係一條直線上，就冇可能一條曲線上嘅。
係啊，冇錯，佢係一個好平穩、好安全嘅打橫斜線。而呢個打橫斜線，你掌握到個風險嘅話，就踩油門。所以係用極低嘅本金就可以倍增利潤。嗱，呢一套嘅特別學問啦，我會喺佈局思維用 SKT 最初始、最原始嘅 EA 去教大家。但係 SKT 同 MKT 之間最大嘅分別就係 SKT 係傻瓜馬丁 ，MKT 係智能馬丁，係非常之精準地開佢每一層嘅馬丁，每一層嘅馬丁都係足夠入市原理嘅。我係好清楚話俾大家聽。OK， 所以佢用緊嘅 MKT 係 2.0 啊，你哋用緊嘅 MKT 係4點幾以上，所以係堅好多噶。而且佢個資金管理咧喺4點幾入邊咧，仲有大嘅突破添 ，equity call 曬一大堆嘢，所以你哋用起上嚟咧係更加精準嘅，係啊，真係嘅。OK， 多謝 Vella。喺呢度其實我想講咧，你哋可以一個倉開一張單。咁如果咁講法，咪有排搞。如果個半月先食一張單，咪好慘。好啦，咁其實你可以嗱，呢度我唔識點樣表達，我淨係喺度話聽。喂，如果咁樣講法，喂，你開個十個倉，10個倉每個倉都玩一張單嘅，玩到佢玩到佢平倉先至開張新單。喂，咁等於你一個倉開10張單，咪相同效果咧？如果係咁樣嘅話，一個倉開10張單，你個 DD 會累積，但係如果一個倉開一張單，喂，兩個 DD 大極有限，必定會平倉。咁10個倉都做同樣嘅嘢，係咪等同一個倉開10張單啊？即係呢個我暫時用咁嘅方法表達先咁講。各位望一望，頭先阿 Vella 早前舉出嚟嗰3個嘅倉 cap 圖啦，就唔係佢嘅。佢本人咧呢個倉嘅 cap 圖係靚仔好多，而且佢係開咗新 account 去做。但係真正嘅 trader 咧嗰個嘅profit in percentage 啊，捉單全部都唔計嘅，因為當你係一個真正嘅 trader，你入咗1萬蚊港幣，你賺夠1倍攞咗出嚟，其實你都唔會理 DD 嘅啦，你認唔認同啊？因為你已經攞翻個本金，我哋叫 risk free 啊嘛。咁所以其實好多人用一啲門外漢或者基本上冇心敲嘅，唔係真正 trader，佢睇一條息路係完全睇到嗰件事係扭曲咗嘅。OK， 好啦，嗱，其實呢度咧其實已經最後噶啦。大家要諗下，你入嚟真係想做乜嘢咧？喂，大佬真係賺錢嘅喎，只係想揾個被動收入嘅喎。好啦，有啲同學真係1次、2次、3次、4次試咗唔得、唔掂，哇！咁就已經全權否決咗程式外匯呢樣嘢。我哋即係回憶翻點解要入嚟？點解要入嚟？喂，多謝你先啦！你呢個初心咧，我又想講下我嘅初心咧。你嘅初心就係賺錢啦，一定要堅持到底啦。我嘅初心就係要做俾呢個世界所有人睇，我哋香港所開發嘅程式係真係堅有料到嘅。所以我將所有嘅學費收益全部都撥捐落去咧，係全力以赴請人就去開發程式。咁而喺 IT 界咧，個人工越搶越高啊！我係孭住一個極高嘅開發成本去繼續開發，堅持呢個初心到今時今日。而且我話俾大家聽，即將都會推出好多新版本，係大家拭目以待嘅。OK。繼續。所以啊，成日經常提醒我哋要唔好忘記初心。好啦，最後決心呢樣嘢咧，喺呢度我已經堅持咗2年半。其實呢段期間咧，我係好多時係咁試，一乜嘢都試。有師兄掉 setting 出嚟，我都攞住嚟試，睇下會唔會係我想要嘅嘢。整個概念係好簡單，就係唔好俾DD over你嘅 balance， 令到你個倉清倉。呢個係最重點。咁點樣做到咧？就係每個倉限一張單，或者限一定嘅單數。而我嘅經驗咧，就或者我見到咧，你個要好注意呢個 margin level。呢個 margin 我暫時 set 喺1000以上為之最安全。如果有1000，即係開多過1000嘅時候咧，你可以開2張、3張、4張。一低過1000 margin level 低過1000咧，你就好停止唔好開新單啦。因為一開始馬丁嘅時候咧，你唔知幾多張開馬丁噶嘛，咁佢個 margin level 咧就好快跌落嚟嘅，去到100嘅時候咧就 margin call 噶啦，就係呢樣嘢就咁啊！我喺呢度我就出就係咁簡單，係好簡單一件事就係咁多，所以先至有今日嘅成績，就喺呢度分享完，又唔會有問題咧。好啦，唔好意思啊。
嗱，仲有最後一件事情啦。咁好多謝你今日分享啦。咁亦都 setting 都派咗俾大家啦。我哋所有學生都有你嘅 setting 啦。咁就今日呢一個嘅你分享啦，其實好多學生咧，除咗 F10之外咧，好多學生都想聽嘅。咁你介唔介意我將呢個公開俾佢哋聽啊？冇問題。咁啊，唔爭在擺埋上 YouTube， 係啦，鼓勵人哋啦。因為呢個世界啦，尤其是香港啦，過去呢幾段時間啦，好多人係揾唔到一個上流嘅機會嘅。好辛苦打工，疫情又爆，好多失業，好多人揾唔到錢。咁其實好擔心自己嘅將來嘅。咁我希望用你嘅例子啦，去分享俾大家，去睇一睇件事情。其實只要肯努力嘅話，你嘅利潤可以係好多，亦都唔受大戶影響。我哋做貨幣交易咧，係唔受啲股票嘅大戶去操縱嘅，認唔認同啊？係啊，多謝你先，唔該晒 ，thank you。好，多謝大家。嗱，各位。分享咧就唔淨止 Vella 一個嘅，仲有另外2位嘅分享嘅講者啦。咁嚟緊咧，我都會剪好呢啲影片咧，就俾大家睇嘅。咁今次呢個 Vella 嘅影片咧，短短40分鐘啦，我足足剪咗8個鐘頭嘅，因為我係一個剪片嘅新手。請大家快啲 like 我哋呢條影片，同埋 subscribe 埋我哋嘅 YouTube channel， 鼓勵下我哋啦。